咪講乜嘢？係啊，哎個布機，各位聽眾歡迎嚟到邊咧學嘅咧節目，即係禮拜聽下特別上淡薄啦。咁後尾嗰條就海水後尾個龜，個海龜。我哋特別嘅邊叫咩咧？是到啲邊咧嘅英國中可能。Hello， 大家好。英國中到啲英國對嚟嘛，แล้ว嚟我都好到啲邊咧嘛，就好叫咩話到啲海機為借啉個我啉水。啉水啊！我啉個啤。對，แล้วก็本地個啤，本地。個攞嚟特別嘅邊咧就是老椒青枝翻嚟。Hello， 大家好。青枝就咪覺得貴嘅，聽人講嘅。我看到啦。聽到。แล้วก็有嚴先生，每度這邊嚴先生免歹勢使出聲嘅。咁樣講啦 ，Hello。嚴先生借咗黑餅點點，啉安啲啉咪個啤啊 ？Milo เก่าแล้วตองกิน actually 是幾點啊？其實大概是1點幾啊？咩啊？11點42แล้วนั่นอย่าง8ตัวจ้ะแล้ว所以今日節咧，我係特別要做嘅節目，就是有機會甲英國中甲嚴先生甲青子治療拍殼咯，講我要問下方梅啫，方梅英國中，因為我感覺到英國中頭來參加邊啲學嘅時間，伊當今講嘅學嘅話進步是真濟，有啦啥，有啦啥，安啲有啦啥，青子有啦啥呀？所以嚟介紹我講下，咱嘅聽眾邊啲嘅聽眾聽看，你安怎找到邊啲學嘅呢？呢個節目，你介紹啊？頭先啊，我特別會記幾年啊我頭先寫電批互你是幾年？你拍我3年喎。唔知無啦，較加較3年了 ，because 因為我頭先聽到別人學緊嘅時，我嘅爸也未過身過，真係幾廿年也未過身。07年啊，08年。哦，你久了啊，那三隻年嗬。真久，伊是當人新家嘅店聲。แล้ว我轉去吉隆坡，actually。อันนี้คนเราสิ講本是無平常嘅話，因為特別我轉去吉隆坡轉去馬來西亞是特別是11月嘅，因為轉來馬來西亞嘅天特別是熱嘅，下面嘅點上本是熱嘅，特別啲你若是住喺英國呢，你若是真係好命呢，1月有好天。第個是2月有好天，是唔是大隻落雨嘅？啦，大隻落雨嘅，所以我想對冷天嘅時較好啦，較達啦，較達對來。你冷天時就落雨啦。嚇，你對來了，你會按照講啊，走伊嘅秋天。秋天時，快天時對來正。了對來這邊會有日頭了，佢會熱，所以對去。當人新正嘅是點聲是無咁嘅平常話，特別迄個年我對當人新正嘅點聲，แล้ว人特別人會開頂撥麻將嘅，真係搞撥麻將嘅，แล้ว迄個點聲特別人撥麻將是親戚來人嘅厝，แล้ว我係爹甲我係大哥人，แล้ว有到我係媽本成個媽特別無閒嘅啊，啲臭卡，แล้ว伊較閒嘅時人。แล้ว伊佚佗了，看上加我無佚佗啦。安尼看你物件，人佚佗啊，會佚佗到加1點2點嘅，迄個是平常互人啊。แล้ว人佇講話嘅時啊，講蝦米事我毋捌聽到上加佇internet 若是internet 不要緊啦。聽啲 internet，然後本是唔是 internet 本看電視機時，有減聽學別人學嘅話，減聽。特別你人到處有講別人學嘅話。嗱，我誒細漢嘅時，我厝內我係厝人，甲了講福建話，
掺啦福建话甲阿毛掺福建话甲阿毛话，所以我细汉到大汉是有听到大鼓啦，福建话啦，福建话嚇，所以特別我去英國時，我減講，所以我較無安尼講下本嚟順，無安尼順，所以人哋拍國時，我講蝦米時我看電視機時聽 radio 時減聽福建話，因為我介少諗福建話呢啊，少諗福建話，所以嗰一個節過時，甚至個到對來。佚佗馬祖時，伊講昨暝我對厝時，個一日節後，แล้ว個一日後，伊對厝時，伊講，他是唔知個，嚇，所以伊對厝了，伊佚佗 internet 時，伊隨彈來直播啦，喺你點知伊都講嘛可以講，喺你點知伊都唔使，伊都唔知是一個直播啦，伊實講是一個成個講笑嘅物件嚟啦，你講下，我即隨即 surfing in net，actually 我隨是要隨唔知我學嘅面，下手我朋友講漢江啊是蝦米種類，了我聽看到，所以我開起來咯。迄個點聲咧，我聽伊個直播一個有參微微娃娃誒。了我聽到了，人去博麻雀的時去講笑，所以我問人看，你知哦？你放了喲，你放出來啊？我聽到啦，所以明日暗我去我哥嫂的厝的點聲，去博麻雀的時，我去講笑，所以我問人看，你知哦？人個阿嬷的布紙，你青，你知是蝦米哦？你聽到我講嘅？對。了講微微娃娃帶你看車，你講過伊環啊擺迄個 National Mall 啊，看到伊大粒腸，了就講起了，了講起了講，真正係點先？唔知就講紅包狼 ，Angry Birds，我聽到了，我無清楚聽到。杜蘭椒，แล้ว我家己想了，清楚過來了，所以我問話，你只 Angry Birds 仲能叫咩哦？杜蘭椒，แล้ว我笑個不多定，แล้ว安尼起啦，แล้ว伊問我去攞聽了，我解講咧直播了，安尼 start 起啦。แล้ว我閒啲博馬就博斷先，去帶住你 laptop 來，แล้ว去做一個 search， แล้ว隨彈了，我攏聽到你嘅聲，你就知道你嘅聲真正安怎講啊，真正 unique 安怎講啊，真正特別，所以聽到了，我笑聲แล้ว該趣味咯，我朋友講我聽到杜蘭椒啊，我有影也真笑甲波多定。你知啊？我聽到我哋啊，杜蘭椒，我想蝦米嚟講臭話？冇啊，杜蘭是起行嘛，做 Angry Bird 咯。我聽到我解笑個不多定。When you put the two together， 有一個意思，有一個意思。我講福建話是人嘅，我就講了啦，人嘅厝人嘅話講話，特別人無關是講臭話你看你啦。So伊安尼快啊！安尼 sorry 我正啊，我解講杜蘭椒我笑，我三嫂去走卡聽到伊講，你講出來講，而且我冇教你講你錯啊。是我所以這裡咩？我想講，我冇聽到福建話啲安尼款嘅medium，安尼款嘅強勢啊。environment 冇อันนี้款嘅อันตัวที่ว่าสิฮะมิตานะ sorry 我กับอันนี้款嘅環境อันนี้款嘅環境我唔捌聽到แล้ว無條啲過後一日呢我就聽到อันนี้เจ福建話แล้ว我
個福建臭話。啊，我問你就聽到嘅時候，你會感覺除了好笑啦，你會感覺就安怎你聽就安尼，看我人哋拍講話是。我心真係歡喜。我有捌聽到了別人講，聽到了伊成個詞語安尼款，成個 because 因為伊無關係聽到福建話，特別是聽到是華語，啊無是講福話。第一隻是講福話，跟香港嘅戲啊，香港嘅戲台戲，香港嘅蝦米新聞啊是蝦米個了，無是華語了，華語。แล้วหลังไอ้เนี่ยเจหลังก็ว่าเที่ยวฮอกเกนว่าอย่างกะลี就唔是ฮอกเกน話嚟就咪講成個詞語伊出嚟了啊伊成個特別學我真係歡喜 because 你拉薩掉你一頭誒伊成個伊一頭接你心啦我哋歡喜我哋平安是聽ฮอกเกน話你看我有影我無出 CD 啲邊樣嘅，你就知啊！我無出 CD 邊樣，我出 CD 嘅 LA。แล้ว我去學當本是去嘅 LA，特別我出 CD 嘅 L 本啊，我無感覺成個哥倫布是啦，我嘅所在，我特別對來邊樣幫客是慶祝當人先正嘅時間了，我加歡喜，我對啊成個這裡是我有影我準是我嘅所在，我嘅村。你村我甲你講啊，伊只見着講。咱邊個人福建話了啊？伊上個伊心啊，歡喜去開啊，了伊點點去吹 internet 啊，福建嘅是你會記哦，一個伊打電話阿妹就係講，是講你來，我講蝦米事？我你來啦，我只係換車就去人嘅厝啊，伊結了伊講我好你聽一個啊，你莫笑大聲，莫唱大聲，你會記迄個奧沙瑪bin拉丁呢？我頭依嘅，我嚟樣除我面台你都知啊！有一個奧沙瑪bin拉丁嘅 video 啊，伊人搭起來福建話呀，佢講美國人除話，頭依嘅，我只係派除，我頭邊刷卡，伊講，伊講除我冇啦，我聽啊，伊叫我唔能除我未得，伊成日伊先開起來嘅嘛。伊成啊，伊點樣吹福建嘅物件？伊 discover 啊，邊個福建了啊？伊先至點點去吹福建話嘅物件個了。特別有較要緊嘅意思呢，我聽落嘅節目時，我不如個知啊，就減我嘅福建，我減話，我別講，我揾嘅話，誒呢這話堂別講，我別講，因為我。袂記嘅話，還是我唔捌聽到嘅話，所以喺你點先時，我講我較好，學較濟，因為這是我嘅家己厝人嘅話呢，我特別講較深嚇。佢曉講啦，佢曉講了，你變做你個會曉表達。express 表達你會講用福建話嚟講你心裏面愛講嘅物件。有當時成個我本時咧，我做咧一年啊，人食參就阿毛哇，下邊參。我做節目時，我就看會講會教用福建話講嘅，我就逼我自己用福建話講。無咧，我平常時出來是浪漫仔，我講，但係人無錄音嘅時講話時，我咪是用咗一阿毛，特別。我做錄音嘅時，我就會看我會曉講嘅，我就日日俾我自己講。未曉講就沒人咯，成個後屌嘅啦。แล้ว你除แล้ว情節你安怎除掉呢？你安怎去除係咪物件？去除掉邊啲福建？我睇嚟哋較濟人是除福建麵，除單啲福建。我唔是福建麵，我係邊啲福建麵？邊啲福建我講出來。我有一個好朋友。伊
伊大部人咧是去种林嘅，了伊毋知伊要找虾米，伊种林嘅学堂嘅故事，了伊问我讲去 Google 去找咯，了 Google 找种林了看，哦，福建槟榔个了，了我直嗒，了开起来。iPad เลยอ่ะ佢呢點解冇 iPad 冇 iPad，我是MacBook。哦，OK，แล้ว我找到了，我聽到一亂一隻波啲講話。你是隨條我係朋友啦，website 是看到還是？唔是到啲 podcast 冇啊，他話人家吹彈伊嘅幫客，你講互人聽，你有一個幫客，會是人家有知。冇，我吹彈伊 podcast 了，แล้ว我聽，但是我聽到，你杜蘭姐。冇，你講你對來了，你話我去坐，你坐車，แล้วซับแท็กซี่ไหนสัญญาณโอ้ฮะ我驚哦แล้ว你講嗱貴即係你看伊大粒槍是咱一起鋪呢แล้ว安尼你聽到我頭一擺大粒槍我喺想啥咪我聽到我無識呀我家己我想了清楚起來啊我想啊歡喜我會曉想我會曉你就要知你就要頭一條你就要捌大佢檳榔講佢檳榔福建話你個會了解有人講嘅話你成日佢愛淡嘅大粒槍你在大陸啊你 imagine 大陸啊哈你佢橋邊啊大粒槍你在大陸แล้วI think 我想你 anniversary 來了講要去播廣告แล้ว唔知住講去下去你車啦你車蝦米是你車哦車是star 嘛安尼看你家己想了咯想到啊清楚了啊接到了啊想啊歡喜歡喜袂歹咱的福建話會用安尼會แล้ว我就歡喜咯直安尼直聽起啦就是啊有當時是你變喺福建啊伊毋是干那伊話呢伊個是檳榔嘅新聞你知人有興趣聽毋是講干那講伊嘅話呢人嘅話內面佫有伊嘅故事人檳榔嘅環境啊海景啊大陸愛淡啊大陸白行啊伊內面敢若有寫伊嘅故事然後你講起來嘅時候你會接到敢若是你心裡較痛啊特別你想啊你講啦特別你大起檳榔了你甲食一個物件了你想起來了哇心真啊開啊安尼搞啊我家己講你佫是搞啊佫會曉想安尼長趣味แล้ว你除掉你其實你係自己價值就解講價值我解講你車啦大粒槍啦杜蘭椒了特別我無你無去聽啊我無接到我嘅recording 嗰隻這是伊介紹我嘅唔是我頭先聽伊嘅節目嘅時我家己想我有一個我有興趣要參特別我驚因為我都知我福建話我音無咁樣準แล้ว我本唔捌我唔知安尼這話聽講特別我本是有嘅我直接有這個興趣要參直接有這個興趣要參แล้ว未來我對去英國時我講不要緊啦不要緊啦我去我打去一個暗時我寫好你講我有興趣要參加路人特別我唔知我福建話唔知我來免歹勢啦安尼看你話啦係看你話我唔敢 join because 我聽亂我想我亂嗰時好朋友我唔敢是伊英國講就講是講你接甲伊人啊，講話真正流咗啊！所以我頭先參加人，我會記是伊嘅鬼嘅故事，所以我參加咧我無相信鬼，特別我有鬼那嘅故事，淡薄刺激嘅物件啦，所以我參啦，我特別我真正成個subconscious上就講，歹勢，我歹勢啦，沙家己無面又講啊，特別啊。
他那有两本的 dictionary แล้ว我較會用學啊，你較搞掂我咯，當然。特別我學本啊無好 ，because 我啲英國時，我係默嚟大個我係時我該用福建話，我都未講福建話，個我係講我內講，伊人會好聽過，特別伊人無用啊，伊人無伊個話，我會記一道。我你啲做收聽嘅時，我大個我嘅中哥，我嘅二哥佇伊嘅厝，了伊我來，了你講嘅物件是，你講伊真正緣投，了我講無啦，伊真正恰死，了伊聽到啊，伊毋知恰死是啥物，伊想講你講伊想講我講伊鹹濕。所以伊因的物件都無相，無對伊的話題了，所以我較換是我講互伊聽啦，伊個歹勢一句，所以伊人甲了是安尼款的意思啦。你看甲了我的cousin 啊，表哥兄弟。我一百兄弟，甲了啊，伊人搬甲了去澳洲，伊人袂講一句話本，伊人袂哈，福建話甲了袂記了，我袂講袂記啦，我笑伊人會曉聽啊，我若是講話嘅人，伊人會曉聽，講啦，第減是平常嘅話，像加招青啊、飯啦、食物件啦來啦，伊人。聽到會曉明白嘅，特別你講較深淡薄嘅，我想聽到伊人袂曉聽，了聽到伊人是袂曉講，伊人袂曉講了，我想甲我我個會講個一個我譬如講你個食物件，所以我有一個我莫講伊名啦，莫講自己啦，我家己兄弟，我寫人說我叫伊哥哥 ，because 伊較大個話，了伊小就對講，免叫我哥哥啦，叫我嘅名就好啦。特別伊講嘅款啊，上加伊笑我嘅款，毋是笑我啦，但上加伊袂看起，安尼款誒，袂看起，安尼款誒 custom， 安尼款because 伊參加呢隻阿無人了，伊上加伊無對咱禮數，無對咱嚇，對，伊無對咱嘅咧，伊袂看起安尼款嘅禮數了，因為伊參加呢隻阿無人了，上加阿無人嘅禮數。要咩嚟？有鬼啊？唔是，伊是博膠嘅船啦。是嘛？伊係博膠。情節你幾啊？你我解釋佢聽，你解釋佢你會聽着啦，人啲啲海見。後尾是海嚟，那情節伊叫嚴先生，你個看伊幾後尾係咪？不，伊船係採計師。伊係博膠嘅船俾。伊海龜嚟，海龜嚟，白話啦。出去啦馬仔。所以我伊講咧，伊寫安尼款咧，我想講，哈咪啦，你係配啥物色？哈？你是倒落來誒？你安怎會安尼快幫？你嘅歷史咧，家己歷史，你嘅家己嘅 heritage，哈？所以我家己想講，我家己我唔是安尼款嘅人，我大去英國啊，30年，甲了我朋友甲我是阿摩人，甲了伊人講啊，你是靠阿摩甲人本，特別伊人唔知，我本是唐人。嚇，每來我心是唐人嘅心，所以我同我講伊人，你免看我呢款，你都要會記，我本是唐人，我本是有唐人嘅款，我本是有唐人嘅歷史。有人嘅風俗，阿咩嗰係對。嚇，了有我一個朋友啊，喺英國講給我聽，蝦米事你無話你嘅名。很耐 N 啲後尾，了互阿無人看先甲我阿無嘅名，伊講是講笑呢，唔是講笑，伊唔是要吵我，唔是要 offend 我，特別我真係 offended，我無講伊聽啦，我真係 offended，我講你
你看我講啊，我講我阿無話無巧啊，你我參加你人，我做你人嘅物件，我會學個你人，安尼看啊，你想講我無插我嘅家己嘅我家己嘅禮數啊，嚇，你想講我嘅生命安尼無要緊，我會話互你，要做互伊方便互你啊，嚇。我真正我心啊，我要起哄，特別我無起哄甲伊啦，because 伊毋知，伊毋是條啲嘅無相啊，嚇，所以真係你講嘢啦。是，我是我明白，特別有啲人嗬，我有人聽到話，有啲人嗬是，我覺得伊毋是大人有你嘅想法，你做咩事安尼有心甲本來學嘅。就是你嘅想法甲我嘅想法較像咯，因為人會你有 rasa 到，如果有你即做當人做邊領嘅人嘅責任，責任係咩意思？責任 responsibility 責任，你嘅責任嚟。尋日我冇我係 note back，因為只個你聽到對時你個時啊。OK，我要 listen to the show。แล้ว你有即感覺到有即責任會保留掉人嘅傳統。潛，我自己我冇味曉。特別我比較你講，我一項物件好，或者是講你就是你無驚歹勢，你較好。你我本成日講，我面會本是較高。แล้ว我設定這時英國中教我，阿龍教我講，伊講你做節目嚟估啊，你真係一項物件講唔對喎。我頭先講關係，冇關係。我冇聽到老伯講嘅關。冇關係，關係。但我咪同你講一項物件，但我你講就我人，你人是我不介英國中，唔是我不介無，我知你別講係咪咧？伊人解釋好我啦，特別我冇明白過，我冇明白過，你是唔是講我人甲伊人嘅？是哦。我人伊人，是哦，是唔是之類？我人伊人你會 differentiate between 我人甲伊人。你會曉問你哦？會曉。OK，伊唔是特特你話有分我人甲伊人。Kami kita yang kita dan sendiri pun kami yang kita lu tu yang walang ke ilang 伊人是互平嘅人，我人是人家己嘅人。kita是咱人，攏種人。特別咁樣嘅kita咪像咯，冇像啊。You are included your kami. Yes. 對，別啦，我們就會有所以就是講下，我講人啊。人就在去 first person， 我是 first person， 你是 second person， 對 person。嗱，我講人，你和你啊 ，including 聽到話人，你講人，是我人，人，所以意思人甲我人無相，人是有參聽到嘅人講嘅啦。OK， 我講應該點？人就係去啉咖啡，人 ，OK， because 我 include 你，我但是我冇叫你去食，應該點啊？我人未去食，冇參你，OK， 我明白。但你講嘅時候，你特別有點聲，你個會關事去，你特別笑，你特別 consciously 笑話，我講我人嘅事，你明顯就講我人嘅係是。佢呢是較坎坷，我用因為我相關事了，我無分，看到我特別笑較濟。你冇問題。但係你是我人要特別。人啲參啲這類節目。人嘅了對節目講啦，但是講我人袂對啊，無參。我人要去食飯。我人大啲出邊。我人大啲出邊。你講我人嘅時候，我係頭腦是時候亂接散人，你罵唔是你，唔是你。你講人多正，我冇多正。特別我冇講人嘅，我特行本我講我人嘅。所以我冇講人嘅，我唔捌聽到人講人，有人講嘅講啊。
行人去啦，哈，啊，OK，佢哋上快，我係魚啊未掠到啊，tapi lu 冇插啦，你當今就是你學แล้ว你就會進步แล้วอี那是俾我公司咪是我當講話進步 improve。哦，進步 ，OK，進步就是進步就是 steps 進步。你會進步慢慢來咯，成個我公司咪是講關係咧，哎呀是唔對關係。我講當家，我一個話我只韓國講嘅就是我特別講 try，我阿莫講嘅話是我 try 看，特別會講嘅話就講我 to be，唔是 to be 的 to be 是叫啊。To be comes from try. Chuba. What to comes be? from the Malay 我 word 呢度我呢度唔是準福建話咧，我呢是就係寫出來嘅。會寫出來啊，特別你寫伊個上會解得了。because 那是用伊個，你是用河南話了嘛？唔是 from the Malay word Chuba. Chubi 是等人。我有啊，我 Chubi。你 try 嘅意思啦，特別我頭先講，特別但是試驗，即係是 attempt as opposed to Chubi。特別嗬，嗰有你咪叫我講特別嘛嗬，你聽。特別就是特別是河南話了，真係係河南話。特別咱邊啲福建用特別嘅話，你聽人嘅Cathy。阿毛講嗰時，伊就唔講特別啊。阿毛話。伊就講特別啊。伊講特別。因為咱有講嘛，咱當今咱用邊啲福建時，咱有講，做咩是邊啲福建話特別，就是因為參照咱嘅本地嘅話，變做加中國，加是台灣嘅福建話，個無相。但係咱邊啲嘅北方馬來亞北方嚇，夠用嘅。就是安尼，伊做一個較特別。因為這是咱平南福建啊，嘅歷史啊，嘅將有參加話啦。咱無參娘娘對唔對？娘娘啦。平南嘅娘娘是講福建話對不啦？咱平南娘娘講福建話嘅，咱馬來加嘅娘娘講較參巴節河南話嘅。就是咱到這邊，咱有講到參河南話，啥物只字字啊，我有用嘅。Podcast mencet nanti. Podcast mencet makeup. 唔是 check makeup，未看到。咁先生個 check makeup。check makeup，這出名咯。哦。這出名你睇。不過係，咱即冇 YouTube，冇睇過 YouTube。好啦。免啦，我冇咪水嘅，就冇話冇播混點人知。我啦because 我話 something beat me 就係。對有綁定。語言啊是較嘅加被講話嘅人。就係咩？你講咩？語言 language。語言是較嘅加被講話嘅人。語言少你會裝嘅歷史。哇，似乜咯？對嘛？我住喺英國，然後我嘅法國嘅德國嘅西班牙，我都俾學淡薄下嚟看嘅話，所以了個嘅我有親戚是法國嘅人，了我去英國時我有真正親嘅朋友是德國嘅人。你特別學啦冇？所以我學淡薄啦，我去嗰邊時，所以你學伊人嘅語言啊，你學伊人嘅嚇，你學伊人嘅culture。學嘢紅色。嚇，譬如講，當人特別看人嘅時，看別人嘅時，講你食飽未？嚇。你
你就在講食是只要要緊嘅人，就講古早時伊人無干呢好嘅，無呢你食是只下有哈，你談食就是真係好命啦，所以你知伊人嘅淡薄伊人嘅歷史啦，哈，所以是安尼款嘅啦，所以知道當今是 Pokemon 了未 ？Pokemon 了未？啊，得啦，Pokemon 了未？iPhone 掉未？你要對飯啊，若是伊見面，若是講食飽未，sudah makan。無，伊人講apa kabar？Awak ni sometimes saya ni看日時安怎？kabar 我想是Arabia 嘅話。哦。飯啊話有點似 Arabia 嘅話，我知是蝦米事。我去學當時有我學當嘅朋友有三個啊，伊拉克來嘅。了，伊人佇邊，人嘅語言嘅時，伊人講，你講一個禮拜日，你安怎講啲飯啊話，所以我講伊人聽，哇，伊人個條青鏡人講，誒，加了像，Isnin 舊家阿哈是 Arabia 嘅話來，伊人，所以我講啊，伊人講，哇，加了是 Arabia 嘅話來。Tapi啊，即個是，你若是較無識嘅人，你咪阿帕卡巴；你若是識嘅人，若是下晡拄着伊啊，你唔是講阿帕卡巴，你咪sudah makan。你看點聲本，我只係點聲都未嚇。嗰隻我俾每個人咧就是暫會人食做咩啊？做咩啦？食到。暫時我食到嘅是18度嘅事，然後有陪佢講到嘛，講到人平常時就啲 podcast 講話，當今咱只談見面。只談做朋友嘅，咱講話即係你安怎即係俾你學見會改變你嘅成話安怎會改變到你團到你捌到新嘅朋友，還是安怎講下？是我啊，咱聽伊直播啊，聽人會看有嘅會看到伊面，昨暝咧咱見面啊。我真歡喜真歡喜，因為成個咱一個大家了，咱一個大家頂啊，對，了睇見面，久無看到睇見面。呀，了逐人講話路啊，隨我成個圍爐咧，成個圍爐對。成個規個家頂啊，一人是大去一位，唔捌拄着。有誒去Sydney 來LC Sydney 來白妹啦、伊啦、英國來，安尼。哇！到美國來，你拄着你上下你拄着你親情呢，真正歡喜。但是你看我逐擺寫阿無字，我特別報時，我逐擺寫 BGHK family。對。Because 我有影感覺到即係人成是朋友，特別人嘅感情拉沙，成個是出來人嘅感情。你知咩事？你講聽到人講話是成個一人朋友熟悉嘅嚟講，其實我人是唔捌對方嘅。特別咱捌講話佢接過了啊，แล้วรู้สึก我特別我老了啊，我記得名我無啥物會記咗，所以人嚟講。聽起來我講翕一個相，翕相了我妹教你我講，伊是名喊咩？了伊是老官，伊是家家，我叫佢家家，特別我叫伊無蝦米代志甲我嘛，來笑咧，我是家囝，咱拄着歡喜啊人，我毋捌見面甲伊個，來咱摕翕相真歡喜。你咧，你感覺到？我第好呢是
我住伫英國，我唔捌長人，我無安尼坐長人嘅，無長人嘅朋友做一個因為你大啦，你大所在，我大嘅所在無安尼坐長人，了有長人啦，啲伊嘅成個長人嘅菜館呀，特別伊人是較濟是香港嘅人講粵話咯，我袂學嘅人嘅呢，嘅好無安尼親啊，嚇特別啊，聽伊嘅節目了講話甲安尼濟人啊，我不如知啊有安尼濟邊個嘅人佇英國，所以睇下我伊人甲你是我好嘅朋友啊，人拄甲伊人啊，我袂算你看加工甲伊嘅紅了，即個臭豆、金剛甲白盤甲辣椒雞แล้วอันนี้เจแล้วตัวอย่างจะเป็นปุ่นอูจริงๆเจเป็นอยู่แล้วถึงก็บ่หมดแปะในควันอันนั้นลังตู้ไก่ลังso why 你對啲南西啊？冇รู้ที่ไป特別我捌拄着伊啦我捌拄伊แล้ว啦性格甲事情แล้วแล้วก็จำสุยตี葡萄嘅葡萄藤我都捌本啲葡萄嘅咁咪嚟嘛，冇嚟伊無來所以我性格我世界較大去對朋友較闊แล้วอันนี้เจ๊ตัวกลางโพยมาสิ因為เป็นแรงฮอกเกี้ยเนี่ย我係識㗎日本驚啦釣湖任先生釣湖อันที่เกี่ยวกับอันที่石甲釣湖人講釣湖啦我卡基佬是陀山大寶又個釣只未必是沙湖後尾釣到沙湖係咯一陣乜講咩ต่อไปสินเจียร้านแล้วหลายเจ้าแต่มาแล้วตู้เดียวไอซิวบาก้าอีหลังจะเลยทำให้ใช้เตียมาจะเลยก็แล้วอีหลังหลายร้านหัวหิเตาแกญี่ปุ่นเกียอีจะว่าเป็นยูเวนดีแล้วหัวหิเราเยอะตัวสีแล้วล่ะแล้วอุเสียนั้น SMS ก้องดีซีไอทีวีไอเจียไอจู่ๆนำใส่สังกัดกับสิเจงแล้วว่าหลังชุดแปะเจียจะสิก็แก่เป็นยิ้วมาเดียวฉะนั้นด้วยอันนี้ก็ด้วยเวอร์ล่ะด้วย世界คักคุยขี้你就是無你朋友你參嘅係成個我們想，但是無我嘅 podcast 係我都未捌到嘅。沙湖、貝貝娃娃，老椒嘅格特布魯啦，但是講話嘅格特布魯呢部，我無拄着伊，我聽到伊，有啦格特布魯，伊見啦，伊係查某嘅啊，一隻出名哈。ลูกหัวสังกัดคำพูยเดียวต่อไปที่ของว่าเช็ดโปแล้วต่อไปเช็ดจี้ว่ามันตู้เดียวอีกขั้นไหมเนี่ยต่อไปตู้好ว่าปุ่นแล้วอีในโฮซีมาอีเก่าเองสิว่าเก่าที่เป็นแรงว่าเสียวอีกล้วยเอาจิตแล้วอีเก่าเองลูกขี้ฮะแล้วอีหอเจ้ากงไปหอว่าอันนี้จะเต่าซาเปียแล้วก็ต้องบัดตู้เดียวอีปุ่นน่ะลูกไอ้เกี่ยวไอ้เก่าไต่กุยกับเป็นทำมีร้านขี้จากการยากงเอเล็กซ์กับหมอหูขี้บิชคอนเนอร์เก่าไต่อันนี้จีบีเกียสั่ง即係人就是有一樣啦，殺成個是朋友啦，可以啊。你唔捌拄，就是親身拄對面啊。你冇啦，殺成個是朋友，我特禮拜聽那聲講話嚇，講話咧小白咧真奇妙。有人講朋友你拄啲 internet 嘅無間嘅好，成個 Twitter、Facebook 嘅款。
特別啊，邊啲福建啊，無啊，你是無像。因為咱較深，咱講嘅物件較深，咱個聽。因為咱講話，咱一人講，有一個 topic 啊，咱逐人講了，咱會較識迄個人會安怎？對，你解捌到伊。แล้วก็有另外。特別啊，你本是你做嘅，款嘅你做伊個。啊，唔是咯，你 format， 你 moderate 啊，你安怎 encourage？ 你做互人講，佢咧人會，我人會，我了白笑，即個笑是幾啊幾好誒。我本是拉山嘅款，因為我笑是我成日醒出時都彈嘅一個 gift。你看啥？前尾我拄着啊，逐人你講哦，青子，你白滿，哎呦，我梗係歹勢一杯。出名，我逐擺人女嘅數，無毛病啦。係啦，無你教人女嘅。下咯，伊講時時看我成我無情商啊。你使 post 住咪？我俾佢個。我俾佢夾物件，我俾 OK，boss 住咪？所以我俾講是你嘅 chatbot，你做伊個 chatbot，你做伊個條件，你做伊條件較方便，互人出來人嘅新嘅物件，講出幫出嚇。誒，人小無咩正經流作安尼。แล้วก็จะชินก็รู้กำกับหลังจะชินตอนที่เจ็บบอกหลังจอกก้องนี่มีแก่หลัง因為咱個了笑白白เดี๋ยวหลัง白ชิว白講หลัง冇 judge หลัง冇講หลังชิวรู้嘅時候咪แล้วก็另外一個就是หลัง來教เป็นได้學嘅你หลัง已經有一項物件接หลัง嘅心咗者就是เป็นได้學嘅話แล้วเรา已經啊รู้明講頭白ขี้รู้愛已經รู้是有先聽福建話，รู้明白เป็นแรง歷史，哇！佢聽到เป็นแรง嘅海珠就俾搶。因為我說啊，你直播啊，你去柯人啊，你創地人啊，你將舊啉酒嘅。阿韓真係少年嘅嘛。阿韓有少年。伊去澳洲了。阿韓昨天我未 FaceTime 你，我喺邊嘅 internet 就冇好事。阿邊冇咩 coverage，特別話見到阿韓學到流挪。咱前尾翕嘅時候，你 post Google 啊？我把只 post 下。係只 Facebook 嗰啲借了啊，就是青子無對 Facebook 嘅無看到。我學媽咪看嘅。把只係即係毛毛鬼翕嘅時候，應該結好啊，結好啊！呢有時我家 share 到啲我嘅 website 係 Flickr 嘅，你再見頭錄。OK，咱講下一邊節目，講下一邊成啦嚇。讓我咪播唱，我咪講下咪物件，特別阿咪襟底整到咪笑帶整到咪講下咪物件。我咪咁想。我希望即係邊個福建會直出你接播，冇啊出接先未？出接咯。continue。continue 運營。係咩運營？運營啊！英文 sorry 我特登喺度背物件啊，唔知，可能小我嗱，係啦，我就識識係咪嗱？英文接掉都去做，叫。我就俾隨，我冇驚嘅事，我就俾隨人接手，不但我鬧人咗做。伊即個平寧福建啊，你特別，你袂使嚇你就，因為你若是嚇啊。你係 objective 啦嚇，安怎是 objective 講？目的。你哇，你好啊！你看你哇！目的啥？是要你要學邊個福建，邊個福建話，可能會 revive 啦，可能會用啊。你袂使嚇，你若是嚇啊，一年兩年啊。是即個後條講時陣，
咱特别用福建话啲特大嘅所在，啲伊讲江上街、科技街，加了之类嘅所在，咱特别用。咩街？江上街啲 commerce。啲 technology 有錢喎啫，做生意做生意㗎 technology technology 是如果 technology 咱福建都好雕教啊，是啊，科技界，我知 that is technology but the technology components the thing 特 that 別 make 你特別就是講，真係人用福建話係哦，咱對使用福建話嚟形容講這個字安怎講？但是咱無用嘅時候，咱就對阿無咯。成個我講，做咩事我咪夾講我唔知做咩，我做咩事嚟講 Snapchat 啊，當然咱就興叫人對 Snapchat 嘛。我做咩事咪講 hip hop，hip hop 是咱家己做出來嘅字啊。你特別有用，你家會出新嘅字。你那是無用福建話嚇，你講 Snapchat 嘛，不都唔是對 Snapchat 咯。所以咱講 hip hop。hip hop 就是咱對講你特別講有意思淡薄啦。你 snap is hip 嘛 ，chat 是講話拍殼嘛，所以咱咪叫 hip hop 咯。所以咱邊咧，若是會講嗰個話，咱變做面對阿無字講 Snapchat，咱對伊嘅像嘅意思，特別咱面對伊嘅字。特別咧，咱無後天嚟教咱咁樣做啊。係啦，後天後面輸入半期韓國。係唔要緊啊，韓國咩世界啦？特別歡喜啊，好平。係歡喜啊，看到冇？censor，有嘅啊，特別 edit 下你見啦。掛去。你睇過韓國人？你哋見韓國人嘅嘛？所以咪韓國嘅流攞就直接聽住。應該韓國人啊，Korean 嘛。依個阿妹係咪啊？依個阿妹唔使去做，唔使去掛。冇啦。依個阿妹去我未叫佢講乜嘢？老毛啊！驚就係講就特別一句。đúng rồi，咱平常福建講老毛，還啊話講人肉。人肉嚇，人肉本，人肉本，咁講人肉。OK 啦，感謝啊！晴子咧，晴子你會嘅波槍係咪啊？冇啦，我講啦，即係平常福建啊，特別接條比賽係。你rasa，你其實我家己是無rasa講有可能有啦。我是無rasa講平常福建有安尼大影響啊。嚟上班那是平常福建 podcast 啊，唔是講平常福建話，平常福建 podcast 是無做起。我是rasa無被影響到真正濟，特別若是有來講，伊會做伊特別小本分咯。對。我是想話人福建嘅客啊，特別用福建話講甲伊人嘅囡仔。出來特別用。特別客頂特別用福建話。伊唔袂使想福建話是無用嘅話，你別嘅講甲你嘅囡仔甲了，互伊人較大漢，伊人家己用。頭一條，做咩事我希望嘅就是講有聽節目誒平常福建嘅聽眾，應該回聲我會看到啦，伊聽眾嘅回聲，應該是一是有驚字嘅，伊驚字應該是較少年嘅，會聽 podcast 嘅人。伊人特別在講，你若是聽了啦，實講一個要緊啊，未保留掉人平常福建話咧，你特別甲你驚字講。對。你看我做下面。你笑到後邊哦，你笑婚笑到後邊，嘛無啊？笑講你說你臭味，一個未掂。即係你看啊，古早後天有地嘅時啊，有夾囡仔有聽，那伊無地咧安怎？少。特別袂緊，有別人昨暝坐到啲我邊啊，我無拄着吼，昨暝坐我媽甲我嘅同嘅伊叫做阿閃，就是平常福建話嘅社團伊persatuan主席啦。伊本是在英國嘅。伊到對來，伊常常有做無常 activity 啦，伊正對來活動。伊對來正翕佢哋囡仔講福建話嘅 video，所以把這是咱會到啲 internet 去辦。有人啦，我是啦殺掉，
我是較亂咯，較大聲咯。了有講有笑啊，有啉有放我零冇放到，即係特別平平，嚇，伊有教，了去出來嘅家庭，做老爸老母特別用福建話。就是我係 attack 嘅，我被 target 嘅人，就是做爸爸嘅人。嗯，伊人若是講，因感覺到，成日你講紅險，你聽到邊啲福建，你會話哦，邊啲福建啊，唔是干那一個話呢。伊即個話，佮有歷史，佮有 heritage，佮有有藝術啦。特別啊，咱嚟接播啊，都不錯。特別初是要叫人來聽，冇啊，要叫人嚟聽，嚟唱。特別你嚟唱，你就就我去即係嚟。我係講，你特別嚟 join 接播咯，別啦，特別單見啦群，我知。好好啊，叫佢驚聽咯，講情淡賣啊。做咩事啊？做咩事我要用嘅呢辦法嚟講，做小就是可能笑了，可能歡喜了，可能愛聽，人要聽，來對，要緊就是愛聽，愛聽你都愛講，你若是愛講，你都會用。對。我到底我 website 是我嘅 tagline 是 laugh, learn and preserve。對。你若是好笑、有意思、有興趣聽，有人偷聽嘅人哦，唔是為了講福建話，偷聽嘅是好笑、笑，會嚟講咧時過嚟，誒，你若實條，變咗你有心去喎，你有心唔是講會講福建話咧，你有心佢會叫你朋友嚟聽，叫你朋友嚟講，但是你感覺到有對邊啲福建話有心嚟講，你都會把你家你嘅少年一代啦，你驚字對家人講福建話。如果成個我呢，我聽了歡喜啊，愛聽。แล้วเองก็เครื่องก็รู้ตัว來對一隻歌，รู้聽แล้ว歡喜แล้ว聽真係歡喜，但係รู้接心แล้ว啊，รู้接心แล้ว啊，รู้ก็愛對了，做了，對，感謝咱搞拍廣告啦，感謝。OK。咁成日這禮拜特別嘉賓咧，我係問會記個幫時咧，這禮拜特別嘉賓到特別嘉賓就是嚴先生，他媽調學槍，調學槍兩杯白槍一杯，個糖水，個傻虎一杯一大杯咧，要嘅。兩個青子咯，老椒青子，無情冇啊，無青沙，偷攰啊，佢都搖嚟搖去落嚟。但我睇到嘣嘣一聲，就是玲瓏對，伊個鼻拗。是先咧大聲咩？係啦，就是我點樣講，我係另一個咧係龍兩個有啦，老張人國中咯。啊，感謝，真係謝紅華，係咪紅？我就講 honor 啊，紅。哦，紅但係當然係紅出嚟。冇特別講感謝你，安尼回來搞啊。係啦，個 end 話。感謝。當幾點？但是11點幾12點，我12點4。我雖然實在超我真正少，咱到底 internet 乜嘢？特別我感覺到，咱把路家就係咱個講到啊，我係實在就是當今有安尼，攞個抓過嚟，但係時嘛，當邊把路家對待嚟朋友。所以當今咱講起來嗬，唔係伊可以被食起過啊！咱就嚟講啦，行啊，大阿飲，做係幾曬，做幾曬。OK，感謝各位聽就咪少聽。但是講咱聽到這裡時咧，我人是已經對舊我人家己國家啦，特別不要緊，咱明年無限2017年我無用，特別2018年是過來做過。感謝各位聽眾收聽，下禮拜再見。感謝我哋特別，拜拜。